大众顶礼佛法僧三宝及尊贵的传法上师左倾公博仁波切，一一顶礼。再顶礼。三顶礼。请就座。金光洒脱的。好，大家可以看荧幕上，我们先念金刚萨埵的修持赶跪啊。金刚萨埵真北面圆满报身相，车轮抽呀北门报我有归一尊尽小罪，梦里发了二乘会总有弥勒用书诀，尊心圆满也等上红子主着主旋绕，一念助力具备幸福莫喜乐和见，菩提甘乐日益用有热并攀攀加热，无惧三界中有中有闻所占，马自长诸国人尽自心经，我有班德萨埵萨玛亚玛那巴拉班德萨埵多诺巴提扎鲁准巴巴瓦萨提欧巴巴瓦萨提欧安那罗准巴巴瓦萨瓦萨提梅德德萨瓦格玛斯达梅兹巴姆切拉亚巴罗红班格文萨瓦达坦格达曼达曼曼达曼达巴玛萨玛亚萨埵班德萨埵萨玛亚玛那巴拉班德萨埵多诺巴提扎鲁准巴巴瓦萨提欧巴巴瓦萨提欧巴Sarva Sadameta, the Sarakamas, the Tom Shoraya Korhu, ha, Bangaran, Savatanga, the Bama, Sato, Banda, Sato Saman, Balamanda, Sato Saman, Balamanda, Sato, Novati, Satam Sharaya Korhu, ha, Bangaran, Savatanga, the Bama, Samaya. Sato Banda Sato Samana Banda Sato Novati Tanova Sato Mazumana Sadam Sharaya Karaho Bangalan Savata Sanga Bama Sato Banda Sato Samana Sato Eta Lula Sato Samana Sato Sabam Sharaya Karaho Bangalan Savata Sanga Bama Ya Sato Banda Sato Samana Banda Sato Novati Tanova Sato Mazumana Sato Bangala ha Bangala Savata Ranga Damanda Bama Samana Sato Amanda Sato Samana Banda Sato Novati Tanova Sajana Vasavana Sato Bangala ha Bangala Savata Ranga Damanda Bama Samaya Sato Banda Sato Samana Banda Sato Novati Tanova Sato Samana Sawa Kamasdame Zabang Shara ha Bangalan Savata Ranga Damanda Nanda Banda Bama Samaya Sato Banda Sato Kaiha Banda Sato Novati Tanova Sato Samana Sato Zabang Shara ha Banda Sato
这么没法让各位来得德国省古巴军部乡在跟小省就到现三江当地的进行的老百姓的说，刚给小省大卫们给省政本东扎行，咱别说甚至三分钟跟美国的之间。途经他妈跟你决定几天省就空车白通，别妈跟你晓得这人道路人错修，这个节目后面的我到了现在人，咱们人家别妈就run住了，他的农家就。各省这边我就多表达上去，别那些公讲的了，后边这个都这个这个讲了的，咱们这非常的讲的都都讲了，都讲办他那有那做的嘛，美国的有军官的军部多花两千吧。这么这个小老师样的，学校跟上的垃圾这的，这么我这样做土的个三两天能够能就办就没能不小老师样的，现在的家里是不写完了，弄到这个我有写完了，上完班就都那种这种。你们究竟都说完的，这生想到功夫在线从红星大学就都加上的，他们我们没有这个问题，没有当我们说完的，那个他等我们都让我写了弄到多不上报。那个人究竟讲的把当兵的们出来说完的，生想干巴看就当不当没搞就了完的，就完的干都要加当着。本马高中下来说完的，工资多可能破万现金了，说我们究竟就破了呢，都是上去跟你我呢，让上去跟我是当的。再有了妈妈了，说完的到印度了，拿出来就公益生就容易了，了你花几万到都能用到，你看到了几万八千。所以你看了马公安帮，公家的那把就需要都搞个关键马公安帮，对了，当就他了，当不过就出到中年行了。这些就讲到小区东跟几天嘛，这些我们这个讲是去听到当不就去前边去。上班的话，当天这些就南京的东西，在当天呢，完了嘛，就只在他们要这帮忙，就都些做成这些在当天的小区，可是话东都都发了，这些东西都拿当的这些吧。这些生意都是聚集到到给人家这几个人，刚是等级下面就吧，刚就什么样在上面去。对了，这些妈妈我都用的，可是话些话超的多那有刚就长头长有那个些妈妈做了个人钱拿手头，什么假如干的股份呢，花一个到我都那些人，这么多都没有个拿头。我跟你咱们就在把他们这个的群的就是话哟。大家好，阿弥陀佛，非常欢喜，也非常开心。今天我们在这里可以一起做殊胜的佛法讨论，所以非常感谢大家。这次借殊胜因缘和机会，大家有一次发愿如现观庄严论中所讲的，一切为他发心者，求得圆满菩提果。所以我们自利利他的道理来说的话，我们作为一个大乘佛教的发心佛教的信徒，那么我们在这个发心来说的话，就是完全为了六道种的所有的众生而发心。所以这个来说的话，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听课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从现在开始到圆满回向知见的整个的过程来说的话，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要第一个就是要做发心的时候，因为整个的过程呢就是有三种过程。那么这个三种过程是第一个就是发心的殊胜的过程，第二个呢正心殊胜的过程，第三个是回向殊胜的过程。这个就是我们在常讲的我们大乘佛教的三殊胜的设置。那么三殊胜是必须得要具备的。自利他的这个道理来说的话，就是利益一切众生的，而并不是只利自己而作为这样的一个起心动念。同样的，利他才是最殊胜的利益自己。所以呢，我们首先为一切众生做发心，因为六道中的一切众生都曾经做过我们的父母亲，
那么做父母亲的时候呢，大恩抚育我们，把我们培养、成长等等整个的过程当中，那么在这个一个父母的恩德来说的话，就完全没有办法讲述的，因为是非常深的恩德，所以就恩重如山那我们今天可以说是我们自己是一个人，那么今生我们有父母，那今生的父母对我们的这个恩德，我们都能够可以想象得到，有如此珍贵、如此殊胜的这样的一个恩德的情况下，我们用什么方式来可以报答他们的恩德呢？那么这个方面来说的话，我们从实践法方面来说的话，就我们为他们做任何的事情，为他们做他所需要的一切事情都圆满的情况下，也是可以完全报答他的恩德来说的话，就没有任何的办法的。所以如果是一个再孝顺的一个人来说的话，也是用实践法的方面，你帮他做了多少的好处，给了多少的好处，就是服务了多长时间，都完全没有办法报答他的恩德。因为是什么呢？因为父母跟小孩之间的这种心是重心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这个方面来说的区别是非常大，而且是在这个从因果的角度来说的话，也是不是小孩对父母最有恩的，父母对小孩才是最有恩德的，所以就这个方面完全不同的。但是我们就无量大师释迦牟尼佛的，按照释迦牟尼佛的教义来，能够可以修持佛法而为一切众生发心，为自己的父母发心的话，这就是可以作为最大的报答父母的恩德，而且让父母可以学习佛法，让父母可以接触佛法，为父母或者是让父母或者是代替父母可以做上供下施等等一切善事，这样的功德才是对父母最有帮助的，最有能够可以在利益他们、度化他们的。因为佛法是什么？佛法是可以断除轮回的根源的最主要的、最殊胜的这个怎么说呢？方式。所以呢，让父母可以断除轮回的根源，才是最殊胜、最大的报答恩的。恩重如山的这些众生，都现在轮回的苦海中不断的在痛苦。为什么叫做痛苦呢？因为所有的众生在轮回中，好像就是有从自然的规律来看，那都不是很正常的嘛。因为有这种想法的话，那是不对的。因为在众生在地狱、恶鬼、畜生和人、阿修罗道、天道等六道轮回中的所有的众生都有各自的痛苦，就像我们人生老病死，然后就苦辛苦、求不得苦等等各种各样的痛苦。同样的，那就下三道的众生来说的话，就更不用讲。所以他们今生很痛苦的，像比如说我们在人间看到一个非常痛苦的人，又穷又身体一生都是生病的，然后就是被所有的人都欺负的那种一种变成乞丐，然后加上呢就是一生都是病的，或者是在聋哑等等的各种，反正在人里面就是变成非常低级，再痛苦不过的人，我们就看到任何一个人都知道，一提到他或者想到他的时候，觉得他就非常辛苦，他非常痛苦。以这样的一个人来说吧，那么他的痛苦这一生当中就这样过去了，他死了以后，是不是他的痛苦都解脱了？那当然就是对一个人来说的，就看到一个这样的人死了以后，那肯定每一个人都会去想，哎呀，死了也死了，他就解脱了，会这样想。但实际上他并没有解脱，因为他的因果还是存在的，他的轮回还是存在的。也许他在人间的之中这么的痛苦是过去的很多的那种怎么说呢，那个因果，这是肯定的，而且是也许他还要继续下地狱，或者是变成恶鬼畜生都有可能的。所以就总的都是在轮回的之中一直痛苦，所以我们就为这些一直不断的痛苦的这些我们自己的父母
为什么说我们自己的父母？佛陀说一切众生如同我们的父母，如同哪一个父母呢？如同我们这一世的父母。实际上，一切众生都是做过我们的父母亲，累积的之上呢，就是他们都成为过我们的父母亲。他们成为我们父母亲的时候，也是同样这一世的父母一样的对待我们。所以我们众生主要的就是轮回的根源，是因为无明愚痴所以我们没有智慧能看到过去。更没有办法看到来世，只知道今生的很多小时候的事情都会忘记，所以人的智慧就是那么的狭窄，所以我们就不知道而已。不然如果是知道的话，那就像佛陀成佛以后呢，他就知道他的很多的无数次的那个前世是怎么来的，因缘各个方面都是，而且加上呢，就是也是知道他人的一些因果，在过去生无量无数的时间以来，他是怎么来的？所以今天在佛陀的前面看到一个非常痛苦的众生，他都马上可以看得到他过去的因缘是什么样子。因此今天就是得到这样的同等的这种怎么说呢，果报等等等等都可以讲出来。除了佛陀一般的这种成就者以外，对于我们众生来说呢，就因无明因贪嗔痴产生有轮回的存在，所以我们就根本不知道。但是呢，佛陀给我们说了一切众生都是我们的父母，所以我们为一切众生怎么做呢？那现在我们要开始听课的时候，此时此刻前来呢为一切众生发心。今天我来到这里听课呢，并不是因为我想学一下就来了，或者是并不能是说因为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中心举办的活动，所以我必须得要去捧场一下，不然的话就怎么说呢？不好意思，会有这种想法的话，那就不对的。那一开始如果是有这种的想法也没有关系。现在呢，就是我们马上就是要转变心念。转变心念呢，我们现在马上要知道，六道中的所有一切众生都是我们的父母，而且他们都是这么的痛苦。所以在六道中的所有的众生里面，能够可以接触佛法的众生才是多少？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是我今天能够可以遇到殊胜的法门，能够可以在这里坐下来，能够可以真正的听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的慈悲的甘露所谓的甘露是什么意思？大家都可能听到甘露丸是可以吃的，甘露水是可以喝的，但实际上的真正的甘露是什么？那甘露丸吃起来，那就是很多药材一起把它那个弄出来，吃起来的时候呢，好像就药的味道，也没有什么不好吃的味道那就是就有加持，有这么一个感觉，吃下去的话也是不会不好吃。那甘露水一般都是我们做回供的时候，做法会的时候，甘露水都是弄的就比较甜甜的，然后喝起来也没有不好喝，也是甜甜的，就像那个怎么说呢，汤一样的，那就很好喝。但是因为这样甜甜的话，就像冰汤或者是白汤一样，或者蜂蜜一样甜甜的东西，就叫甘露吗？所谓的甘露，真正的甘露就是菩萨的加持，佛的加持。所以我们今天用自己的耳朵那么我们的怎么说呢？那个50里面的用耳识来，能够可以听从释迦牟尼佛的殊胜的教法甘露，然后融入在自己的内心里面这就是我们在真正的享用甘露的方式。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起心动念都要改变。过去的事情、现在的事情、未来的事情，这对实践法的一切三世的一切事情都要放下。这个起心动念都是必须得要放下、断除。而且呢，今天来到这里，那当然这个方面，我相信来到这里的所有的人都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声，或者是为了自己的实践法而来的，这个是不存在的但是这些都要放下。今天呢，就来到了这里，我们在
上次我就跟那个大家通知的时候，也给大家说，今天穿着各个方面呢，就是要作为就是自身供养文武百dân贪嗔的一种这样的一个清净观的一个缘故来说的话，就是穿着各方面就是要正式，要正式的那种穿着来出席，我就有这样提过。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断除对于我们时间的那个自己呢，就是时间的一个普通人或者是充满执着的一个人的这个念头是本身就是要断除的，因为要知道自己的身体身苦于这个呢，就是具济文武百尊，以百为本尊，以及众怎么说呢，会众的一个本尊的贪嗔自身贪嗔。所以在这个自身贪嗔观相成自身贪嗔的时候呢，就没有任何不清净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断除清烟清等这些平等这三种的这种行为。所谓的烟是什么呢？今天内心里面想起你过去的冤家或者过去的情人等等这些对冤家的嗔恨心，对情人的贪心，然后对普通人的这种这些众生六道中的众生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有这三种的想法都要断除。要知道六道众生都是我的父母亲，我是要为一切众生修心，要有这样的一个起心动念，这就是我们今天需要的发心。然后以广大意乐菩提心之法院的基础上，要具足听闻殊胜教法之条件，有所断之行为，应取之行为。所断之行为来说的，就是要断除贪嗔痴等一切不净的之念头，不净之念头。六种垢染和五种不耻，以及实践八法指。起心动念全部都是要断除的。因取之行为来说的话，就我们今天必须得要的行为，而且内心里面我们要有怎么说呢？要有的起心动念来说的话，如菩萨行论云全坐教地蒲团上，清净如理三门故，欢喜慈哀即悟度，引用甘露之妙法。那么这个意思来说的话，就是自己坐的位置，就相当就是为什么弘法讲法的时候就上师坐在法座上，因为这也不光是在讲法的上师对他的这个人的这种地位或者是要尊重上师的一个部分，不光是这样的，最主要呢就是提高法的尊重。所以就传法的时候呢，没有办法坐在比传法的对象更低的位置，这样的话就是不如法的，因为这样的话就是对佛法不尊重，对法不尊重，所以就是传法的时候必须要坐在那个宝座上，然后就顶上也是有那个宝山等等的各种各样的这些庄严，都是并不是佛教徒就是喜欢比较那种金笔绘画，然后就是那些诗词的那些东西，那并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些都是供养，都是怎么说呢，那个清净刹土的一个贡品。然后这个里面我们这个全座教地蒲团上，就是相当就是拜佛的蒲团，都是比较小的，没有办法比佛座更高的，那必须得要这个条件上来说的需要这样的。然后清净呢，就是生育意三门清净。清净就是身体的怎么说呢？坐着，然后语呢就是语言呢就是本身就是在那个听课的时候都是最好就是禁语的，然后如果是没有禁语的情况下来说的话，也是在不能说一些时间的语言就是不如法的语言，这些都是要断除的。然后在听课的时候，就是包括念经或者是在做那些手摇那种转经通就是拿着念珠那些都是要断除的。这听课的时候必须得要认认真真的听课，把这些所有的这个平常做的这个做功课跟修行的这些行为也是要断除的语言方面。
然后意念是我们刚刚前面刚刚讲过的，就是心的意念、起心动念是要如理如法，要清净的意念。所以清净如理三门骨，欢喜慈爱即目睹，所以非常欢喜而慈爱的慈悲的眼神来对待所有的人，包括上师，包括金刚师兄因为在我们那个清净观的时候呢，都是怎么说呢？菩萨佛菩萨不是实践的这种普通的人，然后运用甘露之妙法，所以就是甘露之妙法，所以就是要好好的听法，不光是听，而且必须得要入心同样需要以大乘金刚车的方面，前面呢就是我们就那个在广大娱乐菩提心方面的在发愿，然后今天特别还是需要我们大乘金刚乘方面广大密主之发愿以五清净观的设置，五种清净观的设置。所谓的五种清净观，第一个佛圆满、法圆满、地圆满、时间圆满、眷属圆满及五种殊胜圆满。佛圆满佛圆满今天来说到就是说法的上师，净观佛圆满为此说法上师，净观为普贤王如来佛。法圆满所讲的法圆满，净观为佛教九乘中的最高法门阿特瑜伽法，其中听集解脱文物各种教法地圆满净观说法常说为密人殊胜清净插图。那我们今天在讲课的这个场所来说的，也是不能观想为娑婆世界的，在今天在这个特别是的什么以这种的想法的话就不行的，我们必须得要观想成为密远插图时间圆满时间圆满，尽管时间圆满为大乘佛法之传承，从来未间断过，而此时此刻永续清专法论之殊胜时间。那么这个意思来说到，就自从普贤王如来自己在了悟自己的本质而成佛的开始到现在，殊胜的教法是从来没有间断过的殊胜的这个教法的传承是从来没有间断过的，所以这样的时间现在也是永续继续传承的一个这么殊胜的时间。当然一切众生眷属圆满，那眷属圆满净观眷属圆满为今天说法的对象，所有的金刚师兄自他都观想为五方佛。为什么自他都观想为五方佛呢？我们今天传法的上师观想为普贤王如来，那么普贤王如来的在传法的对境就是五方佛及所有的诸佛，所以听课的眷属们也是自他都观想成为五方佛以及密远插图中的一切诸佛本尊男女菩萨之本性。当然一切众生本来就有一切众生本来就是佛，因为就有如来藏，所有的众生都有如来藏，所以就都是可以说是佛因此我们的一切清净的观想都是本具圆满的本具圆满之本性，提示自己让自己认出本性而已，并不是从来没有的一个事实道理，用很虚假的一个装作来欺骗自己，说我们自己是佛，自己是菩萨，是这样吗？并不是这样的这一切本来都是事实的道理，
以这样五种圆满的境观，或者是今天说法的上师观想为本尊莲花生大师，说法之法，说法的说的法，所讲的法普贤王如来心意妙法，心意妙法，普贤王如来就是给我们传的，就是能够可以直接解脱的最殊胜的心法。经过了佛陀心意传、持名表示传、普特却罗库尔相传等及以3种传承的方式，而莲花生大师所传的特法，有原指能得到即生成佛之法门，大圆满法。地圆满即相同摄散，我们今天在说讲的这个场所地圆满是吉祥同摄散莲花生大师的宫殿，也可以说莲花生大师的净土，眷属圆满为原是净土中的诸佛本尊，实命空性，永实永无，男女菩萨之本性。无论如何，佛法地世间眷属等一切以清净观相外，并不能观相为说佛世间的不清净之事。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今天要在那个听课之前呢，就是在起心动念上，我们要作为这个怎么说呢，发心的部分还有圆满这个净观清净观的这个部分因此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要的法是无等大师释迦牟尼佛有3传法论当中的一切内容都包括在佛教9成内那么在这个佛教9成的方面来说呢，就有稍微这个分细一点的话，就有人天乘。那么就是在这个有的时候可以分为人乘、天乘、罗汉乘、独觉乘然后有这种的分别。但是在这里今天我们所讲的就人天乘这2个可以并在一起。实际上来说呢，如果是在按照9乘这样来讲的话，就独觉乘、罗汉乘、菩萨乘，这就是3乘。那么就是这个里面就并没有就是什么人称天称的，但是人天称呢就是包括在罗汉乘的里面。但是我们今天呢，就是因为今天在这里的所有的人一定并不是都是怎么说呢，初学者，都是肯定都是很多都是老居士，但应该也有一些新的。那么很多老居士来说呢，就是连这些肯定不太需要就是重复的讲解，但是有的时候提醒一下也是很好。有些老的居士好像就有些比较简单的部分又当作是比较简单，所以就会忘记的时候也会有。忘记了，那自己在怎么样子在修持的过程当中的起心动念也好，行为也好，发心也好，这些没有特别正确的情况下，那也是非常可惜。时间上来说的话，也是人生只有这么一个短短的时间，这个里面修的对与不对是很重要，修与不修也是最重要的。这个当中来说到，就那修的对与不对也是更重要的，所以就想要提醒一下。所以从人天乘开始讲，大乘对，所以就人天乘、罗汉乘、独觉乘这3乘为小乘，也可以说是怎么说呢？独觉乘菩萨乘是大乘，以上为大乘，就菩萨乘以上为大乘大乘分为马哈阿那阿德，马哈阿那阿德是印度文梵文，那么翻成中文的话就是十部、行部、瑜伽部，还有无上瑜伽部。因此我们今天上午要讲人天乘及小乘、大乘、密乘的修持方式和区分。最基本的修持有即道过3种的过程也有见修行国及4个重点。首先介绍一下大乘
大乘小乘的乘是什么意思？会集经中所讲的所谓的乘就是车乘的意思，也同样的就像比如说马车、汽车等等车一样的一个用途，好比一匹好马，修行人用来比喻教法，以启能在修行者到达解脱的境界，也是像一个交通工具一样的。也是同样的一个房屋，也可以像一个无量宫殿一样，所以就为什么像一个房屋呢？就是可以依靠在物质依靠的物质，我们可以居住的一个地方一样。那么一个房屋，一个无量宫殿里面，那么就什么都可以融得进去的。所以完美无缺的佛陀一切殊胜教法都圆满此九乘中，没有任何容不下和缺少的问题。所以所谓的九乘，就刚刚就是在佛陀所讲的一切法都是包括在里面，没有任何容不下，也没有任何多起来的就是刚刚好的。所以九乘和乘，依照印度梵文的讲法来说的话，就亚那，所以我们大乘佛教就叫马哈亚那，就是大乘。翻译成藏文的话就叫泰巴，汉文就叫乘。我们是大乘佛教徒，所以大乘佛教徒的话，我们的修持都是跟小乘有些不同那么跟怎么说呢？小乘的跟人天乘有些不同，跟小乘的罗汉乘、独觉乘都有些不同，但主要的不同的地方是发心，但是我们这个是后面会讲的。因法相乘跟过金刚乘有两种说法，有的时候就是佛教九乘，有的时候是三乘。那么在九乘分为两个乘的部分来说的话，就有因法相乘跟过金刚乘。因法相乘呢都是显宗方面的，过金刚乘就是密宗方面的。所谓的因法相乘，众生按照入度波罗蜜的入度波罗蜜以次第的既到过修持，一世有一世，慢慢的在很长的时间里面就慢慢的修持，而能够可以证入实地悟道而究竟涅槃之方法这就是因法相乘的修持方式。那么时间上来说的话，就需要很多个大阿僧期间的一个时间。那么过金刚乘，果是什么意思？因果的果因也是因果的因，果也是因果的果。过金刚乘，所以金刚乘呢就直接取名为过金刚乘，就是它比较快速、比较殊胜的，因子比较慢，然后就是比较基础也比较早的那个怎么说呢？那个时间比较长的以前后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过金刚乘是有各种修持方法，都以大智慧帮办法门而修持，有信术成就大圆满、光明见解、明心见性止、即身成佛等等殊胜教法。那么这里就是大属因也好，大圆满也好，都有各自不同的很多的修持方式，但实际上来说吧，这些都是比大乘显宗的乘跟密乘这两个修持的方式来说的，就有很多的不同的方便法门，跟有在这个修行的这个修持的时间来说的话，也是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区别。总的来说，所谓的九乘是佛陀为了能度化三种不同根器和因缘的众生而所讲的。另外，所谓的乘细微来说的话，那么我们佛教说佛教九乘，但整个的这个乘来说的话，那就许多许多的乘，不光是9个乘，完全是数不了的，数不完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说九乘？九乘是释迦牟尼佛就为了3种根器的众生。我们说佛教徒里面上根器者
中根器者、下根器者，都是可以度化的对境。佛陀可以度化的，佛法可以度化的众生的对境。为了这些众生，就是说了九成佛九成那个佛教九成，如三律一轮云，三律一轮当中讲的，乃至未断心意念，无尽计量成指数。众生的心的意念未断除的情况下，所谓的成也是没有办法在多少成就满了，或者是就尽了，没有这种说法文殊真实明经当中也是所讲的，宣说各种不同成，了知为利一切众。那么佛陀为什么讲这样各种不同的成？在九成当中，就是人成、天成、罗汉成、独觉成，这几个呢都是在小成然后菩萨以上的大成，菩萨以上还有密成里面，就是外三部跟内三部就这些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分那么多？为了利益各种不同根起的众生要度化，所以就说讲的，我们必须得要了解佛教九成是因为度化利益度化我们不同根起的众生而所讲的还有巴林家经也是说讲，这个是跟前面差不多，内容都差不多乃至未断意无尽成计数，这跟前面都差不多的因为众生的内心的这个心的想法，也可以是一念没有断除的情况下，成是数不清的。因为根据每一个众生各种不同的根起及种种意念，因此所谓的成也是无量无数成数也数不尽的。但我们要知道，为了能度化三种根起的众生，佛教九成的概念才是最重要的。这个以上呢，就是讲到的佛教九成的，就是初步的一个概念。我们能知道所谓的成是什么意思，就这样。然后现在我们就要讲稍微更细一点的，就人天成开始讲第一，人天成的见修行果。什么叫做人天成呢？造就或人就，造就人天成，人就人天成。造就是什么意思？不用特别去改变，就反正按照就是本来的样子去直接继续下去的意思。人就也是这个意思人天成说的是没有被教派左右的思想，因为人的思想没有被其他的教派左右的情况下，他就没有什么改变，没有做什么，就像一个人没有帮派一样，或者是没有就是信仰其他的什么宗教等等的这种，就是没有特别的这种改变过的那种思想，本来的这个就有的那个就是造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那个方式本来佛教就称以见修行果的分别这一切简单来说的话，就如阿特夏尊者所讲的，内道外道以皈依而之分，大乘小乘以发心而区分。所以你是不是佛教徒，那就是看你有没有皈依三宝。三宝是佛法僧，佛是释迦牟尼佛，法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法，僧是释迦牟尼佛的僧众修持佛法的深切，所以这就是三宝。所以你是内道外道，内道是什么意思？我们佛教徒所讲的内道就是佛教徒，外道就是非佛教徒的人。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是用什么区分呢？你今天如果根本就没有皈依的情况下，有的时候去一下参加一下法会或者是什么等等的话，也是不是真正的佛教徒，也并不算是真正的，并不算是真正的佛教徒。就像比如说一个党派，你没有真正的进入那个党派，就是你去支持一下，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有没有皈依是最重要的，然后大乘小乘以发心而区分。那么我们刚刚讲的人天乘、罗汉乘、菩萨乘、独觉乘，然后都有每乘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外三部跟内三部等等的这些9乘的分别都是，实际上来说的就并不是说是那么小徒那个怎么说呢？小乘佛教的人。脸长得什么样子，大乘佛教的人的身体长得什么样子，不是这样的，都是看内心的这个起心动念的发心的大与小的区别。所以大乘小乘以发心而区分，当然以发心为重要的，而且不管是哪一乘都必须相信因果。那我们现在从这里讲那个人天乘开始，就是人天乘的见修行果。所以就从人天乘开始到金刚乘之间呢，所有的人想要主要是在修行的一个人来说到，就因果是基础，必须得要相信因果。完全不相信因果的人，就什么程度修不了，就根本就没有办法修持佛法，根本就没有办法变成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所以因果为最重要的相信因果，否则无法修持任何一乘的佛法。接下来我们说一说人天乘的见解。人天乘的见解是什么样子？他了知实践正见，这就是人天乘的见解。是什么意思呢？相信因果，了知因果不虚，相信修善有善的功德，造业有业力因果的果报。相信有前世、今生和来世等等因果的见解。那么这就是人天乘的一个修行者的一个见解。那当然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很简单很普通的道理，但是如果不是佛教徒来说的，就连这些概念都没有的人是特别多的。那这个来说的，从实践的学问跟实践的地位来分别说有些人是他就是实践上有一定的地位，也有一定的学位，什么博士或者博士后什么等等的各种各样的很了不起的，但也是因果是不太相信的，也不是根本不相信的人，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有修善有善的果报跟造业会有业力因果的果报都不相信的人还是很多的。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到，就我们都是说学佛的人要有善根要有智慧，意思就是这样来的。那他有这样的一个见解的过程当中情况下，这个的基础上他就要修持佛法。那么修的时候，他的修持的方面来说的话，那有皈依三宝，一生行持善法，断除不善法。行持断法就是十善法跟十不善法，断除十不善法，上供下施等一切修持。供养上供是供养三宝，下施是布施众生。发心与下意识，那么这个是我们自己起心动念，他要修持，为什么要修持？的什么意思你说那个冷气可以。他明明知道我没有神通，然后就在那边这样，我怎么知道？起心动念和发心是下意识得到人和天的果位，但不是了知整个六道轮回的痛苦，更不了知万物一切法的空性以缘起心痛的道理。因为只知道
人天阿修罗道上三乘是比较幸福，会有这种，然后地狱恶鬼畜生就感到这个地狱恶鬼畜生的这个怎么说呢恐惧，所以呢为了下一世不要落在三恶趣，能够可以获得上三道的果位，以这样的一个羞耻跟起心动念。行为是什么呢？懂得羞愧，那这个很重要哦。对于很多人来说的，就这个非常重要，而且对于一个修行人来说的话，这是修行的基础。人本来就是非常重要的，人格是最重要，对不对？人如果是长得很美，或者很有钱、很有学问，都很重要嘛。但是人格才是最为重要。人格不好的话，长得再美也没有用，然后再那个怎么说呢？再有钱也没有用，再有学问也没有用。那他很有学位，很有钱，然后就是在那个怎么说呢？长相各方面很好的话，那肯定对他会有一些的短时间的一些利益，但这些利益都不是长久的。所以就这个方面呢，就是基础，就像这个里面所讲的一样，因为我们人天乘的行为是什么样的？他懂得羞愧，有羞耻心，懂得忏悔，有忏悔心。因此呢，他要断除无耻无愧、不持他手、心不善心，还有无所顾忌等等的不良的行为。那这些非常重要嘛，对不对？这个我们对所有的人来说的话就很重要，尤其是作为一个佛教徒的话，这就是我们主要的修持。从人天乘开始，人天乘、罗汉乘、独觉乘、菩萨乘、金刚乘，全部的基础是这样的。就像我们在画一个花，如果是墙壁上画一个花，本身的那个墙壁是必须得要存在的，而且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墙壁，然后才是可以画得很好。如果没有这个墙壁的情况下，我们画的那个基础都没有啊，而且是如果是很差的、很不好的一个墙壁上，我们画什么都画不好的，就像这样的道理。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简单也是重要，而且呢，就是对，就是越来越。现在的这个时代的变化越来越很多的年轻人来说的对这些方面呢就不当一回事，所以这个方面来说的就非常的严重，所以就是大家也是一定要知道这个方面。比如说有些我们师兄们年纪都稍微大了一点的话，那就觉得跟我没有关系，会这样想，但是你的其他的那个师兄，或者是你自己的那个子孙后代等等的，都要考虑对我们这个整个的人类的。那我们是修持大乘佛教的修行者，所以就是内心里面的主要的重心的对象是六道中的一切众生，并不是只是我们的亲朋好友和我自己不光是人类众生，我们要关心的就是六道一切众生。那么在一个时间法的方面来说到一个大国家的一个领导的话，只关心他自己的国土跟他自己的人民，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大乘佛教者呢，就六道中的一切众生都是我们要发心的对象，我们要发慈悲发菩提心的对境行为就是这个样子那以这样的修持的方面来说的话，他会得到的果位是什么呢？皈依的时间也是曾经乃至死亡之间，就是一生当中，不是在生生世世。就像我们大乘佛教的皈依，我们曾经乃至菩萨果位之间，我们今天皈依了皈依三宝、皈依上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或者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都可以。我们今天皈依曾经乃至获得菩萨果位之间，不是说我今生皈依，下不是我不是佛教徒，就根本不是这个考虑。而且呢，一个修行者修得好，那下辈子一定也是修行者。所以呢，就是没有获得菩萨果位之间都是皈依的时间。那么在人天乘来说呢，就一生的当中，然后下一世会得到人和天的果位，以这样的一个起心动念，时间也是这样的。只了解地狱恶鬼畜生及下三道的痛苦，觉得人天果位才是安乐之处，所以对轮回的处理心也不完整。
因此一生的修持也是只为了下一世得到上三道的果位而形成，所以能得到人天果位，得到究竟解脱，能得到人天果位，那要得到究竟解脱是需要非常长的时间。但是也不是完全得不到解脱，因为这样就像，比如说你修持的人天成的一个人来说的话，你是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得到佛陀果位？也不是这样的。所以龙树菩萨在般若德论中所讲的善修人成法，善修人成法，不究正天为，修持人天者，最终得解脱。所以我们修持人成也好，天成也好，最终还是会得解脱的。但从时间来说的话，比如说我们罗汉是多少个阿僧期间，大乘是多少个阿僧期间，以这样的区分来说的话，对于人天成来说的话，还是没有办法以这样来计算，时间是非常长的。本来据说佛教九成是人天成是小乘的范围，因为有很多种的说法，因乘和过程两种来说，如巴冷家营中所讲的，人乘、天乘、罗汉乘、独觉乃至菩萨乘，意各称不同所，就这样分5种，都分别为因乘。因乘是因果的因，也可以说显宗的显教乘，显密这2个的分别来说到就显教乘，还有前面尼玛派的所有的论点当中所讲的9乘次第，以内外密3种的分别，声闻、独觉、菩萨3乘为显教3乘，或者这个的名字来说的话，就是寄居招引3外乘，就是因乘。十部、行部、瑜伽部3乘为密教外3乘，外3部也可以说外3部也外3乘，或者苦行明劫内3乘，大瑜伽、随力瑜伽。坠机瑜伽3乘为密教内3部，或者生密随专方便3内乘，这6乘为果实乘或者是密乘，总为9乘。所以这样算起来就是佛教9乘。佛教9乘当中呢，就是菩萨以下就是3乘，那么菩萨乘以上，就大乘以上呢，就是外3部跟内3部，就是也可以说外3乘跟内3乘，就这样就是金刚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罗汉乘。罗汉乘的见修行果也叫声闻乘，见解是了知人无我的见解。我们佛陀所讲的万物一切法缘起性空的道理当中来说到，就分为人无我跟法无我以这样的两种。2种里面呢，就是罗汉乘呢就了知人无我，那么他就是用什么样子的智慧，用什么的方式来确定人无我的道理呢？然后苦集灭道。那么佛陀3站法门当中所讲的就是苦集灭道，指4谛法门，知道4谛法门，了解一切众生，主要有众生的因是无明，所以就是因无明所产生的一切都是无常，
痛苦、空性、无我，以四种各个，就相当就是在这个无常、痛苦、空性、无我，这些都是可以各个可以分类四种，以16种的法相，一切来确定人无我的道理。还有视身和感受清分，有这3种。视身是自己的身体啊，然后还有我们所谓的我是有我们的身体，所以呢，就像那很多人里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名字。今天有一个人叫出来说某某某在哪里，那肯定就是说我在这里，一定会就是这样，手都会举起来嘛。认为是什么？认为是我。生苦意聚集的这个身体肉体是认为是我，所以我们这里呢，他们就是了知人无我的方式来说了，就有视身，还有清分，我们有很多的那个感受和清分。我们有很多的感受，就是开心的时候就开心的感受，开心的时候兴奋的感受，痛苦的时候就心里就是不舒服的不快乐的感受，还有清分。这3种以3种的形容来确定。那么比如我们入生本来是地、水、火、风、空等5大的元素组成的一种聚集，那么这些一切的这个因素都是没有一个独立产生的，都是没有一个永恒性的，都是无常的，都不是独立产生的。因5大的因素聚集有肉体的产生，所以这个都是无常。因为什么呢？地的元素、水的元素、火的元素、风的元素、空的元素，全部都是从5大的元素而来的，所以这些每一个来的过来的这些成分，全部都是无常的，都不是独立产生的，都是依赖跟依靠而产生的，所以都会聚集在一起的，全部都会分散的，所以无常。那么无常带来什么？痛苦因为呢就是无自性，所以感受所以无常，堆积就是五蕴那个怎么说呢？5大的堆积，所以就是无常。感受就像的水上的水泡一样。所有的感受呢，一下来一下没有，一下来一下没有，一下好一下不好，就一个刹那之中都是会有很多的变化。所以呢，就像水上的水泡一样，没有一个可以可靠的，都没有永恒的，是无常的。那么清分也是一样的，清分是什么样子？清分就像阳焰一般，它没有任何定下来一刹那中也定下来的这种没有这种可靠的，都是会变化的，是一种幻觉，所以也不是永恒的，所以无常。另外，人如果有我的话，那应该要在肉体上，那我们可以看这个肉体或是五蕴之上。那肉体之上，我们就是身体的里里外外，除了从骨头跟血液什么里面都是找不到一个我的存在，都是我的，都没有我。那如果是五蕴，那我们就想，如果是五蕴是我们吗？但都没有五蕴的本性是无常、空性，无我之自性。如果有的话，就变成5个我；如果五蕴是我，那就变成5个我。因为有色、受、想、行、识等五蕴，所以没有办法成立。那如果是
仪式。很多人觉得啊，灵魂啊，仪式啊，是不是我会这样想？那如果是这个的话，那是会成立吗？那有我吗？那也不成立的，也不对。如果仪式是我的话，也就变成一个众生要有8个我，因为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共6识。再加上染污摩那识和阿赖耶识，就有8个，所以就一个众生没有办法8个我。现在连一个我都找不到，那怎么可能会有8个我呢？所以就没有办法的，又不会成立的，所以无法成立。这就是人天成独觉成的了悟这个人无我的这个了知人无我的方式，他用什么样子的智慧去？但是现在他只是了知的部分，就是人无我的方面，就这样肯定后开始怎么说呢？观修人无我的这个道理，修持的方面，因为了知整个6道轮回中的所有众生的痛苦，它跟人天乘不一样的地方，人天乘的见解上也不一样，然后就在这个对这个痛苦的看法也不一样。人天乘只知道下3道的痛苦，并不知道上3道还有痛苦，所以罗汉乘的话就知道地狱、恶鬼、畜生，人、阿修罗道、天道等整个的6道众生都是因无明缠身的轮回，所以就痛苦，所以要脱离6道轮回的痛苦，并不是说只是脱离下3道的痛苦。佛陀在四谛法门当中的苦谛中，因业际烦恼所生聚因，有漏的外气世界，跟内情众生因无明产生的一切是众苦之因，所以就已经知道了佛陀就是第一个他了解的，而且是给我们众生讲的，主要的有漏的外起众生跟外起世界跟内亲众生都是因无明产生的，所以都是众苦之因，当知如同病等等，使有圣者实能如实现见，所以叫做苦圣地，苦集灭道的苦圣地。一切有为法，根源是无常；一切有漏法，根源是痛苦。万物一切法的本性是空性，无自性，得到涅槃才是究竟果位，也叫极尽解或者极尽除。修持的方面，接下来行为的方面，行为的方面来说，为了自己要得到罗汉果位的起心动念，为什么要得到罗汉果位呢？因为自己要脱离六道轮回的痛苦，所以知道，因为佛陀四谛法门里面所讲的众生的轮回的有众生轮回的存在的这个根源是无明烦恼，所以要断除烦恼才会断除轮回的根源，所以呢修持这个罗汉成的法，所以得到罗汉的果位就完全断除一切烦恼，才是会真正的证悟罗汉果位。证悟了罗汉果位，再也不需要轮回，所以就他最终的目的是这个，也并不是菩萨或者是佛陀，离菩萨跟佛陀还是远呐，就比较远。但是呢，他最终的目的就是自己要脱离六道轮回的痛苦，也并不是所有一切众生脱离六道轮回的痛苦。然后就一切众生和自己的怎么说呢，母子的关系，这也是不了知的，所以就没有说是要为一切众生发愿，都是为自己发愿，
那行为是什么样子？行为方面来说，为了自己要得到罗汉果位的起心动念下，收持身和欲的清净戒律。那么戒律来说的话，看别解脱戒也好，比丘戒也好，不管是什么戒，都必须得要收持非常清净戒律，以身和欲两指的戒律为重要，身与意这三个里面，身和欲的戒律为最重要的，断除一切身和欲的不清净行为，一生不脱离是种沙门法，是沙门法。什么叫做是沙门法呢？那么是沙门法呢，就是你的行为，你是一个作为一个小乘的这个出家众，也可以说是一个出家众，所以就他骂你，你就不还骂；他打你，你也不还打；他怒你，你也不还怒，和行过不还报等4种。加上断除身和欲的7种不善法，身方面来说到断除杀生、屠盗、邪淫这3种；欲方面要断除妄语、离间语、恶语、绮语等7种不善法，以清净身和欲的行为为重要的，修持人无我的空性见解是行为。那以这样的修持的时间来说的话，就是也是时间非常长。修持的过程当中，对于一切的烦恼都是可以完全是当作是毒药一样来看。像比如说我们人类呢，就是最害怕的就是毒药。那就是我们就一定要完完全全用一个方式，就不能喝这个毒药，喝了就会死，以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就是他们手持这个出家戒、别解脱戒、比丘戒，都是以这种的方法去看。如果说我不清净戒律的话，那会断除解脱的根源，而且是继续堕入六道轮回，而且会下地狱，会有这种的想法去怎么说呢？那个整修戒律，国位得到国位的这个得到什么样子的国位呢？就这样按照以上的这些法的内容一直观修。时间来说的话，也要看根器。上根器者要修持3世，3世是什么呢？3个转世。从中根器者要修起世，下根器者大约要修持13世等不同的时间得到罗汉果位。就这样以听闻和思维的过程叫资粮道。我们就要资粮道、修加行道等等，这种道就是有道的名字嘛，所以就这样修持的过程，就是这样修持呢，就是从第一开始闻思的过程就叫资粮道初步了解闻思。确定了闻思是什么，就是学习，先学习这些道理，然后如实的可以行持修持，这个就是资粮道。然后初步了解事实道理的时候呢，就叫加行道。那完全了解事实道理的时候叫见道。那我们这里讲的事实道理就是人无我的完全就是完整的道理。所了悟的事实，那么已经是了悟了这些道理的时候呢，就因为只是了悟了就放下，都不修的话也不行的，所以还是要继续修。用长时间来修持的话，长时间来修持的时候呢，这个叫做修道，在修持的过程。那么修持的这个结果，真是得到了阿罗汉的这个国位，这个时候呢，就是无学道。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讲那个独觉乘的。独觉乘呢，就是以上的见解、修持、行为都基本上一样，了知人无我，一切法
是无常，因为一直在变化之中，一刹那也是会产生，一刹那也是会毁灭，一切法是空性的，一切法是有因而产生的，因为因无明而产生的一切法会痛苦的，一切法是无我，因为如果有我的存在，应该要看得见，但也没有，等等用各种智慧来确定人无我的空性，还要加上牙齿、头发、骨头、血、肉等等一切是我，人无我的方面来，是我吗？人无我的方面，罗汉和独觉都一样，但是不一样的地方，独觉初不了知法无我，对外境的物质界，客观事物上，比如视声响味触五种外功能和因发生感觉的一切事物或对境，以眼耳鼻舌等五门执着的一切对境，也都只是一种现象而已，并没有一个真实和永恒的法。一切法是有因而产生的，但是因也不是永恒的，也不是相同的因而产生。如果是这样呢，就变成因和果，没有办法区分所以所谓的相同的因是什么意思？如果这个因今天的如果是种子，就是把种子埋下去地下面，然后它会发芽，然后最后会结果，那这个种子跟最后的这个果，这两个都是一样的没有变化的东西的话，种子如果是一个永恒性的东西的话，它埋下去在地下面，它没有任何变化，所以它没有任何能力可以作为一个种子的作用。因为它无常，它会有变化，所以呢它就会变成发芽，所以才会结果。但是果实是永恒吗？也不是，也是无常的，也是变化的。所以呢，就是有不同的因，也可以说是同样的因，这些都不产生的不相同的因而产生吗？那如果是这样，因果的道理上更不会成立事实。如果是相当就是我们一般人所讲的一样，相当就是我们中国就是会得都有这种的说法，或者是这种的事情存在的话，那我们在因果的道理上根本就不会成立的，所以就没有办法的。那因为如果可以这样，那火也会产生水。火也可以产生水，那么水也会产生火，就像冰块也会产生热量等等各种的这种道理都是不会合理的。那如果所有的法都是没有因而产生呢，那就更不合道理的。以这种各种以这种智慧来研究。而确定下来的结果是初步了解，了悟外境的一切法也是空性，了知人无我，加上初步了知法无我的见解，就是独觉佛。独觉佛的见解。那么独觉佛的修持是什么呢？修的方面来说，四谛法盲无常、痛苦、空性以及12种因缘缘起。的来和回，来是一一产生，回是一一会灭。以这样修持，因为自己能证悟独觉佛的果位，是他最后开始要得到罗汉果位时，比如看到
在狮驼岭的白骨等等。这个呢，它跟罗汉是有不同的什么？10点半了啊！实际上我们今天上午是几点啊？11点半啊。好，10点半、11点半，好，等一下。那大家如果是要去休息的，自己去一下啊。因为我们去一下，回来可以啊。自己如果是要去方便一下的话，去啊。12种然后现在休息一下也可以啊，大家去一下比较好，大家都一起去，10分钟。然后现在时间是10点35分，我们休息10分钟。Banza Bama Samaya Sato Banza Sato Samaya Man Bala Banza Sato Dhanavati Chandra Sato Bama 站好这站或者站动作。现在时间我们休息